就，软弱无能实在够久，给我穿上能力主，主你能力我尽责寻求，对你工作我无所成就，软弱无能实在够久，给我穿上能力。全背负我在此等候，诚恳迫切我向你呼求，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，给我毫无保留。我们再一次用歌声大声的来向主求，正当祈求你不歇光辉，将你恩赐分给你教会，使我侍奉充满大能力，给我穿上能力。正当祈求你不歇光辉，将你恩赐分给你教会，使我侍奉充满大能力，给我穿上能力。先背负我在此等候，诚恳迫切我向你呼求，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，给我毫无保留。先背负我在此等候，诚恳迫切我向你呼求，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，给我毫无保留。我们服侍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害怕自己没有能力，只要愿意跟上帝求，他必给我们穿上能力。再次唱正当祈求。正当祈求你不歇光辉，将你恩赐分给你教会，使我侍奉充满大能力，给我穿上能力。先背负我在此等候，诚恳迫切我向你呼求，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，给我毫无保留。先背负我在此等候，诚恳迫切我向你呼求，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，给我毫无保留。时代不等人，教会也需要进步，所以在那个改
能力，可以让我们继续往前突破，去挑战。主耶稣他救软弱的人，他也是我们的朋友，他牺牲了自己在十字架上这样的恩典，是何等广阔高深的。所以我们也要常常在安静的时候省察自己，对自己的罪时刻做悔改，并且不要害怕在他面前展现我们的软弱，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我最简单。我最简单，为别人的心，交替落花，掩盖掉心。在我怀中，他流干的眼泪，我来救你，我最。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鬼。然而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鬼身上显明他一切的仁爱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再唱一次，继续救助。继续。
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旨意是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，才表明出来了。他已经打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这是咱们来认识信息285首，我有7好朋友，请大家